魏韻之喺2016年參選港姐，雖然最後20強止步，但都順利加入咗 TVB。講得一口流利英文嘅佢，初期以主持明珠台節目為主，之後亦有主持東張西望、流行都市同3日2夜等節目。佢憑完美身材打響名堂，又不時喺社交平台大派福利，成為唔少網民心目中嘅女神。近日佢同屋企人去咗日本大阪旅行，佢仲喺社交平台分享泳衣造型，大晒好身材。佢出身富裕家庭，外公係關之琳嘅富商前夫黃國星，媽媽經營高級餐廳。而哥哥就係鄧紫棋嘅造型師男友魏俊傑，佢3歲嗰陣隨爸爸移居外國生活，直至父母離異先至回流香港。佢畢業於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法律系，又取得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法學專業證書。入行之前，佢曾經喺律師行任職2年半事務律師。